是啊？又来又小 P 啦，小 P 耶，小 P。 P 都秀过给导耶耶！那个萝卜丝就进步吗？你真的进步了。他甲田旭团你就看到吗？我杂工还有乱切的哦，蓝锤，来，对，答错了，是，对，答对了。你有人这样公布答案的，好不好？用一双锤打错。你还招工很厉害，怎么改哦？怎么改？给农会推荐的，拜托。哦，农逼哦，对啊当家行中农逼，什么太嘎？平常会走马条路啊，你就是平常就会夫妻主吹耶，你看看。如果哪一集听我再来讲一遍，我们是农会推荐的。不在农会上课，就跟你说农会，你送麦克风，老鸡讲，老鸡讲，没跳舞哈。好，这样。我也有跳舞。你就看到哈，他速度好像比较慢哈。哎，这个19 30秒呢吼。全秒了呀！哦，33起还没头了，哎，没头，来不及了，还有吗？错了，走对，好，甜，谢谢。马个都是全魔嘎，第10手工，走对，来，完全打手。快 ！Hello， 各位电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韓語手語獻唱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我要數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中白強。今日東方戲呢來到新竹也嘅素材，我先提講你大拜啊，我前日嘅料理熬年嘅時節，整件個行業都客家長地度啊，一條高手全部都空地民間。T P N 你今日來到新竹也導演，你知道嗎？呢下邊啊係全台灣客家人最適種嘅素材哦。哎呦，所以吼，該高手未幾天動到呢哦。冇錯，今日一天來比賽嘅香港搶到嘅評審欣賞，一天嘅比手厲害嘅，先來分享到我順紅嘅雪玲姐，大家好，分享劉師傅。韓語吼，非常燃到美，非常後上嘅俊斌哥，俊斌師傅你好。大家好，我係盧準斌阿斌哥。先來看一下今日嘅菜色係嘛介好啊？冇問題，來看一下咯。農場嗰啲啊，今日我主聽你料理係嘛嘅東西咧？哎呦，木絲炒肉。呀，出菜其實我有做一點功課，也個其實咯調白啊，也個木須貴年的木須嘛哈，其實是木犀的原字，講叫木犀啊。木犀這個原字其實就會規劃嘅意思，哎。做嘛有老規劃有關，可是上面規劃呢？沒有規劃在這裡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吼頭擺也給亂章打下些時間，給忙忙的些，難忙的些就將規劃強用。哦，所以佢按到規劃。你等下做法啊，對，到做法有關係咯。所以但你會問說，做嘛該不直接講蛋炒肉就好，對不對？因為太俗氣。咩？因為呀，出春呢其實都中國大陸嘅導演頭擺有嗰種太監咩？哦，冇概念。古時候呢，要講到一個亂呀是有一些機會。古時候呢，然後佢美名化，真到呀下來呢，就很多木絲嘅。哦，總得講亂，所以我都要講木絲。對，咁講學木絲，講久了之後是變到木須，哎呀，是按樣嘅意思嗬。冇錯，啊唔過呢，最主要要出去指定料理，行起愛看電影係沉水人嘅特價地圖按樣嘅來表現呢。好啊，冇問題，來介紹今日嘅來賓。先來分享到我要煮嘅係我們碧珠姐老民情節正常分享。歡迎你哋。韓劇吼，從小感情是非常好嘅表姐妹哦。我哋要分享迷人節，韓劇有春天。歡迎你哋哦，哎呦，安香哦。今日嘅來賓難看，全部都係講什麼嘢？唔過你當下上好嘅碧珠姐老民情節，看一下佢用啥馬管聽，看一下長相。應該係。強佬係姐妹係嗎？姐妹哈，可以來懂唱對不對？對啊。我跟你說，佢用啥係鼓手。哎呦，對，強佬嘅爸爸媽媽哦。真係，一部卡係叫嘅歌，係會上來懂唱哦。我就特殊案例。你用嚟講，首先還是
喝他的奶水长大。哎呦，为什么？用难讲？因为俺妈妈她做是冇菜嘞，然后所以阿嫂拢也拄胎。哦，安针对我阿嫂。有，是进去进枪，进枪还是进枪嘞？哎呦，对，哇，告诉阿嫂没出穷妈妈 Q 哟。哎，刚俺用讲起来，发都不卡地都，就会阿嫂煮出来较多咯。错，谁噶？俺是负责顺头绪嘞。哦，设计外面会变师傅啦。哦，不知道今天比赛有信心吗？当然有啊，有嘛？有，加油！毕竟也看起来哈比较避暑啦哈，唔怕。内敛。哦，真正有功夫人唔会讲穷豆腐哦，唔会穷啊，跟我不一样的，绝对冇穷哦。等一下那都豆儿子弟嘞。系啊，虽然就提件安好，唔过吼，我烂脆嘅，哎呦，非常厉害咯。哎，堂哥吼，米染街哈和乳圈街哈，系农会推荐出来的吗？哇！哎呦，还有背景与日背景吗？真嘅。哦，平常有没有最会的料理？最好做嘅料理，来吓他们。木须哦，你最会做嘅是木须炒牛。这道菜你还不卡接重复哦。好，直接颁奖了，奖金嘞，嘿，3000哎，咩节目我们要用金卡嘞，前模案后两滴嘛。哎呦，所以你都对今年嘅竞赛吼非常有信心吼。有，哎，我听到。有。好啦，今日係你隨住來進行體育館嘅比賽了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要算係自家嘅好明星，兩嘴啲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。本來係亞木卡嘅卡上癮，也係亞木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亞木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嘞。都嘞哈，民主姐姐听尾数嘅环节嘞。马董哦，事啊，我期待嘞哦。有这个 Q 点吗？哎，有，那个上面就是这样。可是你看一下，可是俺行黑有养沟哎。洁白。不是，是我派出我的队员的时候。哎呦，所以今年如果派出你的队员哦。对，俺今天俺冇做 T 嘅，一天会输。明天有点我有信心。有春节，俺得派出你系踢这改哦。不要啦，不要啦，拜托一下。主青因为我对战主青没主要会俺某熊会老冷猜拳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，那我们一定要对战他。你太强了，不会啦，你跟我们民情啦。好啦，没办法，要听美女的哦。天哪，加油加油！来，你不能欺负他哦，你欺负了平原发，我们在粉丝专页上面粉丝会留言哦。南烟不没有要欺负他，不过你一讲了，我就一定要这样做的。亚来也摸也卡到很多给哈，你们生意哦。准备好了哦，就练习过了哈。好，没问题哦。来看哦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准备好了哦。不要这样。你不能，你声音大声就会喊，你就会输哦。好，我小声哦。来，好。这嘎子做奶这样声音。有多小声哦？这是练习吗？没有。你在这练习吗？听一百，来，听一下，来。哎，我夹，不是，我挨了，你挨做的，剪刀石头布。好 ，OK。一家之主爱心跳，强龙没有强龙，跳不跳？这样你们应该算输了吧？哎，所以1比1，两下还是2比2。来，主青，剪刀石头布，一家之主爱心跳，跳不跳？等一下，你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有？来看倒带，看倒带。好了，我输了，该输，我输。冇問題，先來戲看你解，先來戲看你解，鬥發咯，來，重會要欠重罰嗎？不要太這樣。重借計時開始咯。冇問題，因為對我切。你們前的有卡刀呀，張刀，阿娘做對冇？先刀好了。卡刀安呢？阿娘嘛好。好，阿娘做對冇？哎呦，俊斌最忠實的呀，個頭髮的部分，民主姐應該做得處理了。而且用呀，重會喊他有要那邊呀，自己種的，中哎，哎呦，哇，這要加分吧？哈，打工夠評審現場要加分，7加中哎呢。哎呦，我覺得我們的參賽來賓哦，哈，越來越有心機哎，全部拿出最後哎，按有嗎？先冇論啊，結果嘅做嘅樣板啊，不過講起來，佢嘅鬥法1到10分就都10分。
打几豆粉。哦，你要做在打7分哦。哎呦，安带哦，倒出来哦，3、2、1，时间到嘞！好，我要交棒趴。我一看，来改变咯 ，Go Go Go！来，这个虫它大小也差太多了吧？我们这个是有机的哦。这是我家的应该鸡啊，真的是有机耶！我连辣椒都我家的，也是红有机萝卜也是我的。家里种的。真的，对哎，全部确都这定吗？样对我们因为我们要拍幕后花絮，去拍你家哦。可以哦，好，不能全部都说你家的。会糖一狗。哦好了可以去哦，他在浪费我们时间，来先做什么？我们要计时等一下，了。俺夯芒糖，俺夯芒糖几讲？来，你讲嘛？你削好，然后切薄片，然后切盘式。切盘式嘛，可以盘式。这个是要放盘式。好，我觉得来糖英国会太久了吧？来，这样英国听给我好。好，计时，预备，开始。来。哦呦，你做在不会喷出去吗？因为喷出去会扣分吧？对啊。俺刨魚咯，我感覺以前講係有機的紅蘿蔔哦。嘿，用的感覺。俺。感觉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很好吃，对不对？老米这冇穷了，那个放太多肥料，难怪哈，该创。哎，你也自中也有讲过，不要制造对立。拍摄，俺切薄片，你懂吗？切薄片，哦。你也看，切推模一切都数字哦，这样就真紧都是早点收工。还用走的吗？走的嘞哦。走的嘞哦。对。你没给困吧？一两剩切丝好。对半哦，切丝哦。切丝。你要模范饭啊，要模范饭。俊斌怎么样？哎呦，刚刚你大概7分吗？应该打分数啊。对，打分数。差不多有8分哈，8分以上。 1到10，該講啦。1分到10分，該講嘅啊。音效請準備。你要產到有5.8分啊！哎呦，寫8分該會死啦，該是糖都8分啦。你係刀工很厲害。你係做乜計哦？給農會推薦的，拜託。哦，農B哦，更加行中農 B，什麼太假？平常喺中馬條路啊，煮菜，你就是平常就會附近煮菜耶。你看，果樹都敏感啊。那個哦，哪一集聽我再來講一遍，我們是農會推薦的。1分到10分，該講嘅啊。音效請準備。你要產到有5.8分啊！哎呦，寫8分該會死啦，應該是糖都8分啦。5.8分就是5.8分，連6分都還蠻多哦。就一般靠42公分按鈕完全沒 keep 嘅嘞。其實這個是豬蔥，對不對？這個豬蔥你是會貼配用哦。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謝謝。哦，來。對啊，哎，你做了什麼事啊？哎，來切，哎。又來又小皮啦，小皮，皮都送到給到皮耶，大家自己掃，我們不會後置。摸個緊緊摸啊，亂講哦。好，那1分鐘計時開始了。好，互相停手哦。跟美女煮菜好舒服哦。切起來凍厲害呢，凍驚呢，凍驚誒。哎呦，而且佢行喺唔張腿病的呀呢。係啊，你刀工很厲害。你係做乜計哦？乜嘅？給農會推薦的，拜託。哦，農 B 哦，更加行中農 B，什麼太假？好，你要就繼續加油，我嚟看下嘅片了。我加油哦，加油！哦，繼續加油咯。等一下長得看你哦。哇喲！哎，合作無間哦。真嘅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一直聽我講一下哦。來切改紅蘿蔔絲哈，比雞改哦比較細，我的刀法很好活呢。你看，這種呀，給咩愛長，做得好好主持嘛。來係啊，哎，那個音效，今天這音效特別為你準備的，會一直放下去。新夢音，好。我的讚有加。哇，哎，剛剛嘅夢米切都懂講哎。係啊，哦，可以試一試。這個改豆花哦，前面還不會走地啦。而且你看，讓我差不多。我一定要講一下哦，6到10分，看人家要他講啊，實在地，而且吃當季嘛。可你他呢有在溜竹筍，我們就是用到這個，對不對？又是在地，又是當季的，一定要加分，對不對？所以朱姐平常喺中馬條路啊，煮菜，哦，你很專業的，駐村有胎啊，你就是平常就會附近煮菜耶。還要帶小孩，你看看，真的果樹都敏感呢。我們節目的宗旨，該前面 open，你不是跟你講過了嗎？哎，前面青都專業嘅咯耶，
不过哦，哪一集听我可以了。再来讲一遍，我们是农会推荐的。来，一定会跟农会跟跳舞诶，舞蹈班。哦，啊，对呀，哎，对，他去重奏的，重哎奏的，对，三口班的，乱讲。你可以嗨。这个是不是要加分？又要加什么？不是，你听我你打讲，张枪尾尬分你听我讲。这边是我的地盘，你亚在旁的地度黑矮个地盘，这块公他们。好因为你刚刚讲，因为要他练必胜呢，不是只有看结果，你跟他讲哎，过程很重要。好啦，我看一摆，挨都有该调好吗？来，记得要在画面哦，这个画面一定要加分，一定要加分。哎呦！哇，你看看烟哦，哎呦，尬分哦，尬分哦。那个烟怎样？那个烟很有美感。你是说这个美烟吗？嘿，美烟哦，很美的烟呢，对，很美的烟，好美的烟哦。对对对。哎呀，你讲抽呢？对，主持人太浮夸的时候，有场的时候会有反效果。等一下，因为我们观众其实会有 feedback。李亚平黑爱个主创，哦，那你开台。你好台，你好台。OK。來，我問一下吼，平常這個時節，美煙節到幼犬節，做乜嘅跳入來？講的農會嗎？我在農會上課。就跟你說農會，你做乜嘅課？老幾講，咩跳舞吼？好，等下我也有跳舞。我有上課，我們有烹飪課，然後課啦，烹飪課你也做學生的哦。還可以走性上，好上啊，走好上哦。哎呦，這麼謙虛，其實你講老師他們也不知道。我們有拍那個幕後花絮。真的嗎？真的啊！一定要去拍他們家的雞，沒有的話扣分。哎，我們當然是有雞，冇雞，我們都有結論啦。哦。你知道我們那種製造莫名的對立，沒有道理嘛？我要去看我那裡。哦，好啦，好去看。來，佢，等一下長來群哦。哇，基本上我们都已经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因为改个乱妹我講應該寫動好看的，干妞。对啊，因为我看起来会想吃，对不对？你黑没刚刚有泸沟吗？有。对嘛。要接话。因为我们有先那个腌制过，而且泸沟啊。什麼泸溝？哦，你客家話不好，可不可以加油一點？等一下，你問大家有沒有聽到滷溝？碾煙、碾頭。我講滷有錯嗎？沒有錯嘛。公醃，拜託，公醃醃過。滷狗啊，國語叫做醃，客家話不是叫做醃呢。哦，拍謝啦，線上好。扣錢，這是扣錢。用那個音效。其實我公司激發，我光是看到我這真的很想吃了。又像，因為真嘅係東香，而且呢，剛剛俊明講到的這個大小部分，我們有掌握到這個關鍵。那存到一些時間，加油了，待會我們要盛起來了哈。加油！李早安，謝謝。來，加油哦！好，關。哎呦，看一下，來，你聽我教訓。盤式啊，對，好像還不錯。我個菜吼，唔但強，係食起來好食，你有吃哦？看起來未當好看。你有吃哦？唔是選沒做，哦，你覺得用寬的是底啊？哦，色香味俱全。好，這一波名倒數10秒鐘時間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嘞！所以就來試測看下，到底哪一家嘅武開面是較好食嘞？第一最自定料理的可以了，我觉得其实两家都可以了东强，而且刚助威使界，说真的实力相当。对啊，用个时间动勺呢，对，真的好，所以我们随了老太家的本业还好不好？先应该哦。对，尽量有瘦有料都会有肉豆哦哈。正经我来讲，你这个料哈很丰富呢。真经。干妞有腌过，真的蛮加分的。对，而且我必须要说，就是它这个有周都少油的这个重点呢。不过，係因為你都有漢芒食過，挨都有解。而家正經最記得當就行先，來，唔好食你啊！我都吃光光哎，吃光啦！哎呀，有啲美食公公啊，水槍槍啊！他說我裝太大盤了，你看剛剛總不醫生啊，要煮一些。等一下，該漂亮的紅蘿蔔你忘記了，排泄，來。因為人家擺盤的 OK。哎呀，擺在他的盤。擺盤我們有。
烫熟了。哦，有这种哎，我们很用心的。你看，你听我讲，细心小细节呢，係做出來非常繞境嘅事情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假使你係哦，好動好些辣感應哦，這道菜真的還不錯。对，冻茶盘，冻茶饭，两边其实都已经做到入味了，给他呢就是评审七个 K 我们也选择。真緊。好，这时间呢应该欣赏都有心里面有一个谱了哈。这时间呢就先请你的刘师傅抢本分数。实至名归。好，冇問題，還有1磅的機會哈。來看俊斌師傅搶分數。好的，好，先向劉師傅來公平一下。其實做了洋菜啊，哈，我看佢兩三英煮，兩菜呢未裝去當好食，它叫辣，係啱食辣，應該當喜歡食咧。刀工來講啊，哈，強處一啲咧，肉很硬，啊咧咧，你看咧係咪整件完全色香味俱全，拍嘅煮拍嘅。入味煮入味，煮牛煮有一啲啲上色，所以講我覺得它的味道是是綜合啊，中性的啦。好，劉師傅講都懂版字，而且我覺得他講的是真的很實話。俊斌哥來講一下咧，我就做乜嘅違章咧？我好中意好酸辣的，所以我要講哦，因為香味叫只凍香的梅頭是胡椒粉啊，那辣椒的梅頭，所以我要講特別的味道就了到啦，好，按照可以來發體館部分選址兩家嘅面試都會非常佔到嘅。首先係大家來請一下劉師傅表演一下人素滷菜本體自家來學習了。中埔素滷菜，你們作為啊出四個菜係乜嘅名？養生手卷，這是什麼？乜嘅？全麥皮呀，加熱尬燒2片，那咧。我有發現，其實呢，它的溫度。它是用鍋子預熱好，對，它現在也還冇，你下冇開火哦，我用嘅餘溫，因為你全麥皮係熟嘅，所以不卡喺講嗰種太早調味方面係 Q 安用做嘛？做得。哦，我用平底鍋係嘛？沒有不卡喺咩做得？平底鍋就唔會黏皮，係炒出嚟呢種全麥皮叫為黏皮，黏，樣樣嘅。不一樣。我睇咧，我嚟切糯米。那糯米要先噶哈，可以怎麼選？可以教大家嗎？木耳咧，木耳浸嘅壯壯嘅，嘅浸東西浸下不能，你係現炸嘅，木浸到綿綿，沒木浸到嘅壯壯嘅做出嚟。雪英姐，再講一下我們的食材有冇嘅，給我介紹解吧，好。嚟嘅，你係五穀粉，五穀粉，好。地圖呢，凍豆蓉，有芝麻、麥、硬果、黑麥、烏麥、個飯頭，是，個咧有葡萄，哇，葵花籽，個咧鳳梨片呢，我拿來切好糖果 ，OK，生呢瓜我攞咧地圖嘅心熱鐵，咱們會調到水，嘿，你係木薯芽，好，你攏隨時可以取得嘅東西。咁樣嘅壽司誒。壽司係千島醬，等於同糯米嘅時節，我兩個先用一啲啲落來。哦，你啲時候咧，你阿未係你自家種嘅哦。係，我抽有機嘅。哦呦，你整件有機嘅哦，你還可以上。真的是養生誒。對，這個糯米對你嘅身體動吼，佢有膠質，它有個膠質，嚇膠質，你看，你糯米你看燙出來就安尼，唔會。撞到它安尼撞，個唔會綿綿。你燙糯米做唔得燙嘅綿綿撞嘅種，你會切切啦。嘿，其實係要讓水沖下個就做得嘞。現在還有很多加泡菜，泡菜，對，加泡菜。上嚟食乜嘅米線就做得，嘿，做得變落。你不怕用嘛？改做泡嘛？對呀，你生意呢？生意呢係咪冇嘛食糯米？我見面就係想講，生意冇嘛食糯米。哎，你把我手卷地圖，他能夠接受。金地圖日嘛嘅東西，就是寫下去啦。哎呀，批到嘅五穀粉蜜頭，我就已經胃口大開了。香哈。哦，不過吼，你冇聽錯做得行誒。哎，你胃口大開。哦，對啊。你可能吃不到。你要煮到一件起來。好，該壓的動作有什麼特別要注意？煮爆壽司，佢話比粘落下輕啲位啊。佢唔會散體，啊，質薄啲位唔會散體啦。是從咧嗰啲做咧潤餅蓉啊，對，像潤餅的概念啊，還有潤餅，不想給小朋友吃飯後，第一層可以放飯，五穀飯上去。哎呦，
我加这样分哦的小朋。友来吃。对吗？六全姐很厉害哦以，前小朋友都要这样吃啊。真的。哇哦，切，哇它也还有方法的哦。哇，做得像一类法用的呢。嗯，好，我一定要赢。我说观众朋友啊，用看的法呢都不卡底度，要做这样用的学你习要。等好学啦，嗯等好学。嗯，哎呦，好嘞哦。啊！哦，好，来好，按钮就完成了。耶。来就有排抽的哦，嘿，会抽到洗衣机的幸运儿哦。剪刀石头布，哎，我已经转谁运在谁了。在几张头嘞？给我摸张头嘞因！为亚哈内奎斯加圈没有离接近我的故乡了，所以我的运在这里。做在那组做在这里都要看起来，好暗我后生黑呀嘅用神手卷呢，先来唱刘慈付费开心啊，吹下题目。请问下，木须，马干而了木须，哎推没有马干呢？A 有乱，B 有梦蜜。迷人节我，们要找到一个 tempo，在共同的频率上好来来来，OK？好，准备好了哟。好嘞，剪刀石头布，好来，我们给听二线。 B 了 B 了， A，大家都開場嘅時節強調方面啊，家研技實講乜家人都目視嘅，OK？答案是哎呦，以前古時台嘅人，提監呢，佢得串煮嘅菜啊，主要嘅卵啊，佢係提監，佢唔好燙到卵了，用咗死啊，傷感情啊！規劃就卵炒炒有沒有炒成蛋花用啊？而且也係講嘅蛋嘅色同沖龜嘿吧，呐不是它看起來很像桂有，花，它也有一點點像，你炒出來的也有一點點像。哦，你一講公哈以後，我的肚子都快餓扁了。真的，你走的什麼我們走的是當然有來，吃吃看呐。好如果你都有走在寫啊，這樣拿就會主廚啦，哈，這樣拿就會不是走在寫啦。應該有提示咯。哎呀，記得要改性題目好了，我養生一下啦。哦，真也係非常針對，但是我覺得關鍵在哪裡呢？就係講有啲餅皮有些好過，古時候你有啲餅皮食起來，那不有些切切的，懂哦，有些軟軟的。好吃，因為懂就安好些了。係啊，啊分流口水啊。好啦，接下來吼，我哋健康吼，建議吼，水健壯吼，水超吉吼，介熱過嚟來看咯。挨起太祖譜，用吹波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實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啲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梁翠咁嘅因為太緊張嘅，殺亂盤盤喎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最緊張的最關鍵的關鍵性的一個，因為剛才的踢館的時間呢，利用組係平數嘅。哎呦，係啊，倒帶吼，最後最尾倒帶係馬沙會讓你咁講，看一下最尾一關吼，主聽嘅料理係乜嘅東西咧？到底係乜哎嘅？呦，哎呦，米粉呢？天哪，我最愛的！哎，所以說啦，其實大家心度吼應該都有一些帶，既然來到新竹嘅特別，有冇可能收聽米粉係啊，呢？其實唔會想吼，是為啲吼慶祝吼，這一集慶祝啊，這聽係米粉啊。沒錯，中馬甲班呢裡面新竹人家很多記係風尚，都有嘅東北季風吹下來嘅時節，叫光風吹下來，就做得來曬下嘅米粉。可是呢，米粉哦，曬到衝按鈕。擦擦按照真的是需要時間，需要耐心，因為有陣時嘅東北嘅季風吹下來嘅時節，會有風味，會有意，而家要夾夾數起來。古時講一下用傳統嘅曬法來做米粉嘅運動手嘅，只有到新竹也特別做食到正統嘅米粉哦。係啊，唔講吼，其實吼大沙圈會做米粉啊，唔講吼今日會做嘅米粉嘅料理
都在嘛嘅东都西咧。在嘛个。因为烤台这家来用豆腐与炒米粉，哎呦，豆腐一定会用那里用客家冻好食的豆腐与来炒你的米粉。我超爱豆腐刚刚冇听到没嘛？你冇尝过咧？哎呀，真係冇同過。咁我有乜做啊？其實凍簡單，你重點哦，撈嗰啲一般炒米粉香濃啊，會別香啊，有啲蔥頭啊、香菇啊、蝦米啊，重點是撈個豆腐乳香味會炒出來，香椒那個味道一定會出來。啊，其他的你調味料都唔得變到香蔥，咁多調油啊、調油膏變凍到變到哦，豆腐乳嘅味道冇咧，味道唔得，一定要記得。誒，咁講吼，馬上做得得到30秒，馬上做得得到90秒，我看。回答問題咯，烤台這個哈，脆粉啊，好，然後水粉兩種啊，有乜嘅差？我知道。A， 料理方式；B， 好，製作過程。咁講馬上做得來選擇我剪刀石頭布。好，猜拳還是 B 組姐嗎？加油！我哋有排出嘅係會抽到洗衣機的幸運兒哦。來，快剪刀石頭布。哎，我已經轉誰運了。記張頭咧？我冇張頭咧。洗衣機用完了。我終於開始翻車，我就跟你說，因為亞哈內奎是 Jack Q 你接近我的故鄉了，所以我的運在這裡。而且乜嘅B B 啊，我有做過啦，OK。恭喜藍錘，來對答錯了是，對答對了。你有人這樣公布答案的？答對了，恭喜中啊！冇強浪嘅地方啊，哈！而家脆粉是用嘅農倉啊，好先脆過，長大以後會烹起頭，讓佢幫佢洗澡咧。好，水粉是先用水煮過，煮過長大。所以冇被曬啦，所以呢兩種嘅製作過程冇強用啦。哎，好，原來係安樣啦。來，頒獎。 30秒沒冇關係啦，因為吼，我哋係農會派來的呢。 OK， 好，我們等有個對實力派，誰就來進行比賽咧。先從一個發嘛哈，兩邊慢嘛哈，要不要強嘛，對不對？顧總來大家先來不要強，我這樣先嗎？做得嗎？做得。緊張。你不講話我會害怕。是緊張啦，冇緊張。甜甜的咯。三下來，你應該要切啦，從要給紅毛，先切掉，要沒切發嗎？切發嗎？切豬啊，對，切發嘛哈，我要利用另外一隻刀。到了。那可能咧，先都係切嘛。切掉切咯，就像切薄片，阿姨哦，來，然後切薄片。我看唔嚟好麼？誒，唔係半壓啲咧哦。啊，嘿，生意哦，冇時間哦。我剛才就講啊，哈甜水台哦，可能體育這個節目哦，你講吼，我個豆花哦，已經凍爛呢，凍不好呢。係嗎？係啊，唔過我聽我講哦，誒，那個音效又來了。紅蘿蔔還會切嗎？等下，好，有冇切？切絲，不能動，時間咪到咯。我看，誒，煮火辣的啦。那怎麼辦？等一下換聽一個，馬上係聽啊，馬上係聽嘅。好，我來，我豆腐可以炒了吧2、1，好，已經到咯，關啦。這一定要放完嗎？需要。看嘢不用幾多，看嘢菜粉一多啊！誒，明珠姐，那個蘿蔔絲就進步嗎？你切的？哎呀，你真的進步，因為我剛才是切到手。看到嗎？我是切到手啊！哈嘎甜水團你就看到嗎？我雜工還有亂切的哦。你厲害，因為吼，還蠻爽節目之前哦，記得那個叫我去上廚藝課，我天哪，有爛成這樣？不該嗎？不該嗎？冇啦，要進步啦。有。高麗菜要炒。那就會比炒熊就好哎，對不對？哎，可是居民師傅剛剛講要豆腐油炒，我真的是看到 T 擺豆腐油炒哎。其實動作感覺應是會老咧誒，好用豆油啊，用埋醬料嘅想法哈，用cái豆腐油來表而已。其實兩炒咗誒，味道開始出來咯，凍香咯。很香哎，可是給它炒後壽司先油起來，你知道嗎？該是肯嘅
想法哦。哦啊，因为老鸡讲啊，每个用心嘅想法。当然了，当然了，刚刚已经讲完规则了。导你的做出来动作就任何个问题哦是走在其他问性上哦，总不是哦，有这个规则不是这样的吧？规则是这样，来规则主持人来制定走规则。走，那你开开。你好开。好，乖，走，我们过去。来看，是不是？哎，今日做人错的，哎呦，真的吗？怎么样？做人错的，因为唔会讲双两头碰啊，俩头下伫俩别回头。该朋友的个钱，唔会冇注意到，一声音会冇注意到，对回头会出好啦。对，你啊，紧张啊，会紧张啦。但是其实我真的要好好讲一下，以命呢蜜波炒料后，它真的是非常功夫。以命来踢一百，我有一次第一次我煮的料理就是米粉，给上来炒米粉，真给黑炒火锅黑关啷啷，是因为烫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嘿，没啥，还有讲起个又你又笨又粗的，然后你看人家油的哈，炒啦。我煮加煮几久诶？其实哦，只爱你会讲水滚哦，冰下去煮的这个个小锅火罐下面煎一下，煸一下样子呐。总的讲是爱紧滚啊，滚，你就会变到面体就会烫，对，炒到就会面。动就水准的问题。对，很有水准。我帮你加，等一下哦。哎呦，该萝卜丝黑你切的哦。黑马萨切，那就不能乱讲话了。因为今天这一道菜，我可以说是都没有帮到什么忙。因为刚刚我主要是切手，我刚才主要是切手。哎呦，你看，就是因为你一个半了，拍摄啦，就是因为你怎么什么事都是因为我？明明我就不在这里。这样挑不赢有拉吗？做得来看梅头啦，看梅头系嘛？基本豆腐乳的顺序让挨掉的猫恐龙，该系又嘛给灌黑哦，这样会有什么差别哦？其实是香梅啊，香梅猫恐龙。哎，加油加油！叫佢時間唔怕，天天呢？哎呦，哎，啱先聽我講一下吼。該下哦，我就問米染街咯吼，我就問機吼，米染街係嗎？排泄，我會扣分哦，扣分。我在他心中已經扣到0分了。你看到吼，他速度好像比較慢吼。哎，我這個就30秒咧吼。30秒咧啊！手上起下梅頭啦，哎，梅頭，來不及了，還有嗎？走對，好，謝謝。馬個都是全魔咖啲手工，走對，來，完全打手。愉快。是啊，是。好的嗎？有錄到那個私下畫面嗎？米染街咯吼，我就問機吼，米染街係嗎？排泄，我會扣分哦，我在他心中已經扣到0分了。好啦，佢家下就讓我講吼，佢平常時做米粉嘅方式哦，撈日本已經冇強龍哦，你嘛該撈大家講一下。去浸水嘅，哦，還專門去隻草，水落去，然後就在這裡。因為佢講吼，佢很好食嘅米粉嘅口感係很好 Q 的，會比較 Q。對。假使你浸強度嘅水會軟體綿嘅。對，綿。好，第三個要準備了喲。8、還有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快速！好，温數哦，我們來去那邊看一下。每逢聽哦，還就30秒走得容哦。是不要用也沒關係。假使吼，等一下我加調味料的時候，不能廚師容啊，這樣子他就沒有辦法懂。等一下，意思總得講吼，你們的香味不對。再見了哈，慢慢的聊料理。哦，哇哦，我的料看起來濃厚色嘞。要加留意了，做得嗎？可以嗎？做得。要放下去，給它必炒湯汁。是，給再加個米落去吼。我該要認為吼，用來洗給貓恐龍，會不會因為那個這樣子它炒的就不夠香？會嗎？不會啦。洗油要給廚師幫我嘛？哦，你還走得容哦。有洗油嗎？我有洗油嗎？你坐下來測一下味道，要不要？放前面一點，要不要？好。那我們要用來給廚師幫我。好，來。其實要跳下要講哦，
讲用的豆腐乳的梅头，但是豆乳其实咪很有一点点豆乳啦。香味一啲啲調料哦，你豆乳你就會香味就會出來啊。香味就會出來哦。哇，哎，要表一點點豆乳，它就看顏色沒恐龍啊，顏色冇也還會上色。真勁誒！好嚟，哦，哎你呦，本來幫佢配起來啊，讓你長好些。贏了啦，我覺得我們贏了。一甩完那個30秒就過了。唔怕，因為我們有90秒，謝謝。哎呦，排泄排泄。好，準備哦，等下該後背咧料哈。哎，唔是加副教粉哦，副教粉要加咧。哦就要不要幫我試一下蜜頭嘞？要試一下蜜頭嗎？那个我送去啊。没有偷吃，偷吃，偷吃，偷吃。一下味道。這個沒有，不是這個走偷吃。走走走對啦，走對走對走對了來來來，大家試一下梅頭。小哥強炭咧，等下就加一啲啲啦。我加嘛加，負責本人係挑豆魚，腐乳就挑腐魚高一些嘞。這個加。哎，燙熟嘞，捧就好了嗎？哎，燙熟嘞。天哪，味道很重要，大家再幫我試一次，拜託一下。啊，拜託，拜託。等一下，假使米頭唔好吼，關機時候咧，不會，你係專業㗎啦，你聽我好啦，差不多了嗎？差不多了哦。收在嗎？副教粉等下就加哈，好，等下可以加。好10秒了哦等一。下，還會加嗎？好，就加的。要香菜哦。 4、3、2，你要聽哦，來，你繼續表，你繼續表，哎，這個把它結尾，總不是給徐給導來，來，廚師幫幫我，好，來，你的溫柔廚師幫幫我，來，幫我看看味道。繼續，開始，啊，太棒了！來，誒，一道米粉冇咁你看到哈，它速度好像比較慢哈，哎，你看這個時就30秒呢，吼，哎，你咩講啊？哎，幹嘛個東西啊？30秒了呀！我得試下梅頭啦，哎，米頭，來不及了，來不及了！哎呦，馬上彈到，走對， 30秒哎，好，甜甜炒啊，謝謝。馬上就是全魔咖喱手工，走對，來，完全打鬆。快！是啊，是。好懂哦，有錄到那個私底畫面、私下畫面嗎？哎，不是啊，你只有10秒、30秒 ，OK？哦，倒數，來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嘞！到底哪一組係基本嘅太中譜咧？等下來看下咯。最鬼面呀，怪係最近仲係唔過你講到炒米粉，大家沒有大家嘅意思哦。冇錯，來試看，來吃看啊！來，我讓你停下來，好。哎呦，剛才雪莉姐，哎呦，你們擺盤好亂無章法很棒，我覺得。要幫我們夾到菜嗎？你們沒有夾肉給人家。啦，讓接的哈，講哈，哎，我們不要吃太多啦。為什麼？為什麼？好食咯，都是對味啊。等一下，我們的再吃多一點。哦，他說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都要給洗喊好豆的時候咧呀。你怕？係啊。你會錯過而已。兩斤米耶，而且呢，夾個米粉 Q 含喺當濕唄，還是濕的、濕潤的，很重要。口感錯，不錯哦。豆腐乳的香味，我們沒有這個感覺，沒有吃到豆腐乳的味道。係啊。你做豆腐乳，它可以減菜害。都是那個胡椒粉的味道，我們的比較好吃。那部分可能要請盧師傅來回答一下。等一下你明顯跟他糾正沒有會給處理耶。等一下我夾的時間哦，不要破壞它的圓形款，該順流哦，順時針哦。可是我們放的時候很漂亮。等下你搞錯了，它的順時針是這樣轉，那個概念是逆時針。你那個是亂時針，好不好？所以要怎麼夾？隨便夾。會有壓力。好啊，你們擺盤真的是蠻不錯的。可是俺還要來給可以當做夾吧哈。米頭最繞頸對，啊。還是哦哈。那是按台盤。一食落去飽咧啊！對啊，是很啊。哎呦，豆腐乳味，豆腐乳味。真嘅唔係愛講，豆腐乳滲透喺米粉地度吼，完全你分不出來馬個係米粉，馬個係豆腐乳。你分不出來啊？你分不出來嗎？你真嘅分不出來嗎？好多米粉嘛，好多豆腐乳。但係你就形容嚟奉獻好冇？你就先來講一下吼。
然后这个米粉吼，就买个铁皮的地方，最后拉票，攻一下，小改一下。豆腐乳的味道啊，深入，冇了，好吃啊！来听到你讲看好就豆呢，觉得好吃而已。好吃不是讲听到啦，全动好食，唔过爱看品性用慢讲。对，可以喺平時米頭很用白，故所呢三下輪呢就搶平時杯里也個最關鍵的分數了。只有先呢先搶劉師傅搶本分數。如何风趣哦，真的很明显。像俊斌师傅抢本分数，啊，你动态呢？对，佑全姐会给我很胖，没有关系，我跟你说。那个输的奖品浓厚哎，有一些人指定来要输，你知道吗？那他们呢？他们丢，现在奖品给你啊！用炒的梅头啊，伊像当好，它有注意到，爱你讲该豆腐乳的梅头，但是是讲政策咯米粉的口感，伊有通过，好伊然后通过好 Q， 好又做种的这个梅头，但是适中，好适中，也倒是好效果好硬性对啦，还是咧好硬性对。所以差别都睇得到。好燥，哎，好燥，好硬香。你要嘴养的艳艳都来，拿来注意看，它的颜色比它的漂亮，它的颜色是不是比较好看？酱油色木摆盘，色木摆盘的其次，色木到米线，这米粉的米线整件做有一啲咧胡椒馅，这连胡椒馅没有，豆腐乳馅没有。都懂站掉啊！来颁奖了，颁奖了！来，加菜金3000元，得到了3000块的价出来金哦！俺哋我咪冻好吼，得到了解係现打嘅果汁机哦。我在手都不好，其他打果汁，哎呦，对。哦，今日有大家來到了解節目哦，去聽外語嘛嘅心得係冇？因為我從細咪講佢是佢煮嘅菜太嘛，所以我動有心情講佢要拿到了獎金，係啊，所以我都佢搶下來啊，希望佢可以懂歡喜。然後這個5月咪係母親節，其實佢是從來媽媽強用，哎呦，是哇，嗰時夾菜點樣幫他收就錯。好，你要哭了嗎？要抱一下啦。求媽媽。平常時哦，我嘛嘅時間做啲講新聞啦。不過吼，跳過挨到嘅節目，看得出來哦，你哋平常時真的是默契無間，真正看得出來哦吼，唔係節目效果故意編的兩個人，真正係搶色吼圖台帶大的，真的。實至名歸，謝謝大家的萬次生。謝謝。不過吼，雖然挨到吼咱嘴兩擺輸咧，不過吼咪學到動死。哦，新聞提出下來吼，今日該豆腐乳炒米粉，唔是主角，啊，專業來學看。新聞你提出㗎。韓語吼，記得咪當認真看待哦，看待了解節目。你看，記得穿高跟鞋去到了3個點鐘呢，其實唔簡單，看得出來哦，今天輸了會非常的失望。真嘅，那個參賽的精神完全到位。係啊，真嘅係非常嘅讚到。好，因為我看到嘅佑全姐。健康還是在改講，然後沒有說參加過100就做我們的高來哦，喊100高來好冇？喊100不能跟我同一隊，張威燕。哦，好，下次要跟你一起。對。這次我塞的錢不夠了。好，什麼睇起下來參加，唔過呢最重要嘅呢個節目一家之主，最希望講睇起下來都有到 V 做隻教成次以外，行家做隻來學習，做隻互相交流，咁樣看起來呢？都已經睇到係呢節目最重要嘅目的咧。係啊，假使哦，你對做菜非常有信心；假使你對做菜哦非常有興趣；假使你爸爸媽媽、姐姐、弟弟、妹妹、哥哥吼，你就馬上上來講感謝，全做得落愛嘅節目哦。唔錯，一家之主，你喊100再見咯。好，再見咯，拜拜。